今次我哋乘搭高鐵由香港去到廈門，只需要3個幾鐘，可以睇到高鐵嘅好處同埋便利性。先高鐵可以滿足唔同嘅需要，例如高鐵上有餐車車廂啦，可以迎接乘客嘅偏好去提供同類嘅食物俾佢哋。座位亦可以提供根據顧客立即自身情況任意去調整角度。其次，高鐵嘅 APP 可以提供更改班次嘅服務。如果乘客要臨時更改咧，可以提早15分鐘前更改。以高鐵其中最大嘅一個優點係準時、方便、快速，佢會準時到達站點。高鐵嘅路途時間較短，可以令乘客更好地編排行程，例如預計什麼時候出發同離開。除此以外，對比飛機，高鐵會更加環保，因為佢嘅燃料會較少，但係又可以乘搭更多乘客。火車雖然有類似嘅服務，但高鐵嘅服務更加全面同埋快捷。最後，高鐵係香港同內地緊密聯繫嘅關鍵，佢吸引到港人北上消費，增加內地嘅經濟。高鐵可以令香港居住、內地工作，將來我哋都可以會有更多嘅選擇。嚟緊想介紹下考察咗嘅廈門重要產業與企業。第一家去咗嘅係廈門天馬顯示科技有限公司，佢成立於1983年，佢喺1995年喺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。佢係中航工業先進製造板塊中嘅骨幹企業。天馬主要產品擴展應用於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、智能穿戴、智能家居等眾多領域。喺考察入邊，我哋認識咗原來廈門產業係以多元化嘅佈局策略。天馬企業業務涵蓋於醫療、航空等領域，可以啟示出我哋唯有跨領域嘅產品發展及研究，先至可以有效分散風險，並喺唔同產業嘅數位化轉型中搶佔先機。除咗廈門天馬顯示科技有限公司之外，我哋仲去咗參觀廈門軌道建設發展集團。佢成立於2011年11月。佢嘅主要佈局係交通投資建設、軌道交通運營管理、完善城市開發、運營管理3個板塊。而軌道建設公司嘅核心價值觀係奮進、專業、卓越、自豪，代表咗佢哋嘅使命同埋佢哋嘅願景。同時，佢哋亦都俾我哋見到佢哋請咗好多有天分嘅年輕人，凸顯咗佢哋唔會固步自封，想同國家同步發展。接下嚟我哋介紹嘅主題就係廈門嘅僑鄉文化。首先，我哋嗰日去咗鼓浪嶼，亦都係我最中意嘅地點。呢度擁有中西合璧嘅建築，島上嘅居民都識唔同嘅語言，例如閩南話、英文、馬來文。之後第二日，我哋去咗中山路文化區，呢度擁有深厚嘅文化底蘊，一樣都係中西合璧嘅建築，亦同時保留咗傳統嘅建築，可以俾我哋認識到背後嘅歷史，係一個廈門嘅旅遊勝地。最後，我哋去咗集美學村，呢度係由陳嘉庚先生創辦嘅，係一個20世紀建築遺產，周圍充滿咗學術氣息，展現到濃厚嘅閩南僑鄉文化。可以見到僑鄉離鄉別井，到外地賺錢貢獻國家，將外地嘅文化帶翻中國，令到今時嘅中國更加先進。所以如果我將來學到新嘅嘢，我都會想帶翻我嘅家鄉。